台南市政府伫数位发展部、数位财产署的支持下，推动文化园区中药科技升级。未来民众来到指定化石园区，只要摕手机扫墙顶的裂缝图案，就有各种来自侏罗纪时代古生物跳出来互动。透过升级的互动体验，让参观的朋友伫趣味中学习。透过这种展览方式啊，你觉得来看展会对你了解一些古生物有什么帮助？就是可以知道它可能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因为上面也有名字，可以自己去网上查它的资料，比较方便让我们去认识一些自己喜欢的古生物。大家可能对于考古这样的一个东西会稍微比较陌生一点，那也比较没有那么贴近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借由跟5G计划的结合，让民众能够更能够深刻的体验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想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佐证这个画史馆来参观，那带动整个地方的一个发展。2024年是台南400，那台南400其实我们有一系列的丰富的活动，可是我们在办理这些活动跟行动的时候，其实展示或是表演的手法就非常重要。所以透过书发部的支持，我们结合科技，把文化跟科技结合起来，其实我们在明年会有相当多的活动都会用文化跟科技结合的方式来做呈现。那所以希望透过这样能够接触更多的民众，吸引更多可能亲子的这些观众们，然后认识更多台南的文化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数位财产署甲台南市政府携手合作，导入5G、扩增实境、AI 影像辨识、体感、3D 等技术运用，共同打造指定化石园区的古生物 AI 互动体验科技示范区。除了有互动科技导览，还有大人小朋友拢喜的 AI 翕相等等。民众现在来到园区参观，一定要会记得来甲恐龙互动看卖。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